伊斯卡卡夫特传道来为咱所要讲到的题目就是基督救恩放第一，基督救恩放第一。我所敬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恩典，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而且我会代表玉山神学院不幸达理牧师以及全体的老师甲同学，向大家来请安，也深深感谢咱的教会的正兄弟姊妹，恁的支持奉献甲代祷，拢是玉山神学院成长的力量。伫讲道进前，我会小可来分享玉山神学院几项事工，来得咱关心来支持。头一项，2012年学校的经常费的总预算，阮有骗5200万的经费。对伫玉山神学院5200万这个经费，会当讲是一个重担，因为玉山神学院敢若165个学生，学校毋是爱靠这个学生缴费来维持学校，总是阮为着上帝的宣告的事工，阮相信，虽然5200万是一个重担，总是阮有迄款的信心，上帝一定会透过咱的教会来提供满足的帮助。这是玉山神学院过去已经有66档的经验。第二项，玉山神学院为着爱发展，阮有计划爱兴建一栋的综合大楼。这个大楼，阮伫上帝面前，阮已经有祈祷10多档的时间，总是到目前为止，拢无法度来兴建这栋大楼。主要的原因，却毋是讲无经费，教会无支持。上主要的原因，就是阮申请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因为玉山神学院的校园是伫沙坡地，而且玉山神学院的校园也伫花莲的这个国家环境特别的这个环境区内面，所以若是爱申请建筑，就需要水土保持这方面的审查非常的严格。总是真感谢上帝，伫今年1月的时阵，阮的申请已经通过，所以意思是讲，阮会当对伫今年就开始来兴建这个综合大楼。所有经费，伫当初设计的时阵是1亿2000万，当时咱知影，目前为止，所有的物价拢已经去了真悬，所以阮的建筑师有定心来计划这个经费。建筑师是讲至少爱1亿5000万才会当起起来，所以阮也将这个综合大楼兴建的事工报告给咱正下的姊妹，请咱为着这项事来代祷支持关心。
第三项，学校非常关心每一个学生，阮真期待每一个入学到伫玉山新学院的学生，拢会当毕业来参与原住民宣教的工作。总是学校定定拄着真伤心，互学校感觉非常伤心的事，就是有的学生读到一半，伊就开始向学校来申请休学。有的学生对伫学期中就长期伫遐来请假，转到伫因家己的家来担当因的家庭经济方面的困难。因为有足侪学生，因的家庭实在是有经济方面的困难，所以阮真毋望会当借着教会的力量，快当提供什么款的帮助，毋望这个学生拢会当伫学期中会当得到小块的帮助，互因来解决经济方面的压力，互因会当无论伫学校读2档、4档、3档，拢会当顺序来毕业，参与未来原住民的宣教。原片差不多800万，毋望会当来帮助这个经济有压力、经济有问题的这个学生。另外一项需要咱来关心，玉山新学院伫4月已经正式向咱的教育部来申请学校的立案。玉山新学院66档为着台湾的原住民社会甲教会，咱拢真肯定玉山新学院有真大的贡献。玉山新学院毋单单伫教会有真大的贡献，对伫整个原住民教会的发展甲稳定，教会有扮演非常大的力量。所以玉山新学院毋单单爱互教会来肯定，阮也真期待咱的政府会当对伫玉山新学院的学历会当有正面的肯定，互玉山新学院会当继续来为着台湾的人民、台湾的教会来服务。所以，请咱为着玉山新学院这个立案的申请来关心大家。另外一项嘛是爱咱来关心的，就是玉山新学院，阮有竞选伫东部差不多有6个族群的教会，阮有经20间非常弱小的教会。这个弱小的教会是啥物款的弱小？毋单单是人数的这个弱小，经济弱小，阮感觉这个20间的教会，因的弱小是充满济危机。阮真毋甘来看到咱台湾基督教教会这20间的弱小的教会，有一天会关门。若是这个教会关门，这毋是咱台湾基督教教会真好的见证。玉山新学院为着爱关心这个弱小的教会、爱关门的教会，虽然伊的教会有的教会敢若信徒无到10个、10几个。
总是玉山是人伊个眼光放伫即间教会未来的发展，所以阮特别派优秀学生，逐礼拜六、礼拜日到伫即间教会，为着即间遮个教会的主日学甲青少年伫遐来实施信仰甲圣经以及宗教教育的培养。阮真盼望这个教会，毋是诚做拐门的教会，反倒是诚做咱台湾基督教会将来有盼望的教会。所以咱爱对伫青少年甲主日学来下功夫。最后一项，嘛是爱咱来关心大道，就是阮的议长不幸达利牧师，今年有选做咱台湾基督教会的议长。我知影，阮的议长，毋干那对伫学校的经济，对伫学校的这个发展，已经真大的压力。何况爱诚做咱台湾基督教会的领导者来引带咱的教会整个的宣教，请咱为着伊的身躯，为着伊的时间，为着伊的宣教的坚持、信仰的坚持来带导，毋望伫伊担任议长的中间，来引带咱台湾基督教会参与伫普世以及台湾的宣教，也互玉山圣人伊会当对伫咱整个教会的关心会当得到提升。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记载撒该伫耶稣面头前悔改，得到耶稣的救恩的意思。撒该到底是啥物款的人？咱会当对伫圣经来了解。头一项，照圣经所记载，撒该是住伫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对伫旧约圣经就已经真出名，因为耶利哥城上帝捌帮赞以色列百姓，用一个无军队、无武器的一群以色列人来征服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毋干那是历史的出名，耶利哥城也伫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因为耶利哥城伊的土质真好，会当生产济的遮个五谷，上出名的就是因的土质。会当生产伫迄阵真出名的这个香料的这个作物，所以撒该是住伫一个经济、政治、军事的地位相当重要的一个城市。第二，照圣经所写，撒该是一个税务长。负责伫遐来扣税，负责扣税方面的最悬的行政单位。撒该是伫耶利哥城的税务长，伊也是耶利哥城的一个首长之一。撒该伊有权利来决定扣税的制度、扣税的工作以及扣税的计算。第三项，
照圣经所记载，撒该是一个真有志的人。伫这段圣经特别记载，撒该是一个真有志的人，表示讲伊实在是累积足济的财。撒该诚做一个真有志的人，有几项理由。头一项，伊是一个真拼命伫遐工作的一个人；第二项，撒该一定是一个真巧的人，头脑真巧，所以伊会当对伫济方面的道路来找到啥物款的工作，才会当趁到钱。另外一项也是撒该真特别的，就是伊会当不得手段伫遐来趁到才会知。第四项，照圣经所描写，撒该是一个虽然伊是税务长，伊也真有钱，伊也真有地位，总是照圣经所描写、所记载，撒该伊有伊的危险的所在，就是伊的身躯为顺。照圣经所记载，当撒该听到讲耶稣爱进入耶利哥城的时阵，撒该对伫伊的心底，伊也开始有一个真强烈的观念，就是到底耶稣是啥物款的？为什么耶利哥的全城市的遮个人拢真期待耶稣基督到伫这个城市？所以，伫撒该伊的念头下面啊，伊也产生一个真好奇的这个思想，就是到底耶稣是啥物款的？照圣经所记载，当撒该甲耶稣见面，当撒该得到耶稣的呼召，当撒该甲耶稣对话，当撒该和耶稣基督接纳，当撒该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的时阵，撒该伊整个人生甲信仰，因有真大的改变。到底撒该伊的信仰甲人生的改变，有啥物款的过程，值得咱今仔日诚做一个基督徒，咱会当来反省、检讨、来学习。头一项，撒该伊是一个追求成功的人。照圣经所记载，伊是担任税务长，伊也是诚做一个真有钱的人。伊真努力伫遐来拍拼工作。伊也用伊的头脑伫遐来思考，到底啥物款的工作会当趁到比别人搁较侪的钱，而且撒该也是甲各位同款，伊为着家己幸福的家庭，伊拼命来工作，互伊的地位会当提升，互伊的名声会当提升，而且伊爱诚做也是个上有钱的人，互伊的家庭会当幸福。追求成功，这是上帝恩准咱
加做上帝的囝儿，上帝常常会祝福咱来达到每一个人的成功。因为对伫圣经规约圣经，上帝常常祝福伊的百姓，毋望伊的百姓拢加做一个成功的人。上代表性就是上帝祝福伊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百姓，毋望以色列百姓会当对伫埃及脱离迄款痛苦的日子，最后会当达到充满上帝祝福美丽土地，就是迦南地。上帝期待这个民族会当加做一个成功的民族。所以世界追求成功，这嘛是值得咱祝福的好事。总是咱看到世界，无论是追求伊的地位、名声，追求伊的财富，追求伊的幸福的家庭，才成功。内面是甚物？内面拢充满罪恶。亲爱的姊妹，世界的成功，每一个因素拢是罪恶的因素。今仔日世界，伊诚做一个税务长，伊诚做一个真有钱的人，伊算是一个真成功，伫当时是真成功的一个人。伊也营造伊的家庭，诚做一个幸福的家庭，总是因全家所享受的幸福，却是用罪恶来累积的一个幸福。因为世界伊常常外国国家的钱，世界常常伫遐来剥削才会爽享啦。世界也用种种的方法手段来达到伊的成功。亲爱的姊妹，咱是毋是常常为着你今仔日的成功，伫众人的面前来做见证，感谢上帝，互我今仔日的成功，无论是啥物款的成功，总是我爱提起咱众兄弟姊妹，咱的成功爱摆伫耶稣基督的面前，看咱的成功是毋是有罪恶的因素。世界伊是成功，总是伊的成功是充满罪恶的成功。第二项，世界是一个会当压过家己缺陷的人。照圣经所记载，世界缺陷是甚物？世界缺陷就是伊的身躯萎缩，伊的身材，我毋知影。这个世界有偌悬，伊的身材有几公分，总是以我157公分的身材，我会体贴这个世界伊的痛苦甲危险。身材萎缩，的确实在是有时阵。伫生活方面有侪无方便的所在，我真感谢上帝，上帝互我有真好的机会，20当前担任
行政与原住民委员会的主委。当我甲我的秘书也是随扈去参加伫地方这真重要的聚会的时阵，阮若是入场，迄个主持人定定就伫遐来喊，咱欢迎咱行政与原住民委员会的主委，我的秘书伫我的边仔，我的随扈嘛是伫我的边仔，总是到伫会场的时阵，这个会场，这个重要，这个主人，因头一个握手的，毋是我，是我的秘书，是我的随扈，因为我的秘书甲随扈拢是差不多175公分以上的，因认为主委应该是一个真缘投，爱落落迄款。那看起来，这敢若150几公分，这应该毋是应该毋是主委。相像同款，伫几冬前，上帝也捌。互我有一个机会，到伫这个斐济担任咱的国家的大使，伫遐无偌久的时间，伫遐嘛是同款，有时阵参加其他国家真重要的场面，到伫迄个场所的时阵，我嘛是有秘书，嘛是有随扈，总是等因。看到咱台湾的代表入场的时阵，嘛是同款。因认为157公分的约翰的伊斯卡加夫特，无可能是台湾的大使。因认为我的秘书，嘛是170几公分，才是台湾的大使。身躯萎缩，实在是煞界的缺陷。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心中，也是伫外表会当看出来，咱感觉一心中间的缺陷。总是咱看这个煞界，伊怎样来面对伊的缺陷？当伊爱看耶稣的时阵。因为伊的身躯萎缩，所以伊无迄个机会来看到耶稣。因为头前这人群，这做一个真悬的围墙，炸着伊，伊无机会。煞界准安尼，是毋是爱放弃？还是煞界干那伫遐袅袅念？我的身躯遐尼矮小，转去放弃好，总是煞界怎样来面对伊的缺陷？伊要克服，伊要压过伊的缺陷。正面呢，伊无机会，伊就用伊的智慧。尽伊所谓伫遐来思考，爱为着伊的缺陷来开出一条的生路，就是爬去树仔顶，会当对树仔顶真清楚来看到耶稣。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千万毋通为着你的小小的缺陷。互伊感觉人生无意义，千万莫为着一个真小小的缺陷，认为你的整个人生拢无圆满。煞界，伊是一个克服伊的无完全，克服
伊的缺陷会当成功伫遐来看到。第三项，撒该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一个。当撒该和耶稣呼召真君接纳的时阵，撒该非常的感动，所以撒该无法度控制伊家己。伊就徛伫耶稣基督面头前，安尼讲：主啊，我会将我的一半财产分予送东人。我若为什么款的人，我就应幸因4倍。这是撒该的悔改的方式，甲咱的悔改完全无相像。今仔日咱教会基督徒，逐日拢是伫上帝面头前忏悔悔改，总是这种的悔改是无效，因为咱爱学撒该的悔改。撒该的悔改是啥物？撒该的悔改是付出实际行动的悔改。撒该的悔改是啥物？撒该的悔改就是即时马上脱离罪恶生活甲现场的悔改。这是咱每一个正下的姊妹需要的悔改。撒该伊伫耶稣基督的面头前悔改，总是伊表现具体的悔改。伊的具体的悔改是啥物？我过去是专门伫遐来剥削上乡人的一个撒该，总是对答了后，我爱诚做有疼心。我爱诚做会当分享我的成功的人，所以撒该讲，我爱伊的悔改的头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我爱将我的财产的一半分予上乡。第二项，伊的悔改具体的表现是啥物？第二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伊若是捌歪过啥物款的人，伊爱幸因4倍，幸人4倍的赔偿，这是犹太人因的法律，当因得罪别人，爱赔偿的时阵爱赔4倍。今仔日撒该做出这款的决定，伊若是歪着啥物款的人，伊会幸因4倍。撒该做这款的决定，毋是讲法伊安尼甲伊判决，是伊家己因为爱悔改，所以伊甘愿，虽然法伊无判决讲恁一定安尼做，总是伊决心，我无要生活伫罪恶中。生活伫罪恶中是一个真痛苦的事。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会当暗藏足侪罪恶伫咱的身躯，总是对撒该来讲，这罪恶是伊一生最大的痛苦。亲爱的兄弟姊妹。